向正较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桃园市滨顶区最近小连续发生枪击案加喊店的事件。警方调查了后，发现是帮派在争地盘。桃园的警方讲，对昨开始要执行1月日的专案，要动员所有的警察来维护治安。玻璃顶也阁看到枪支坑，规涂骹全碎玻璃 ，KTV 的桌顶也乱糟糟，掩过人客已经拢无看影。桃园警方伫初7早早接到报案，并定一间 KTV 有人举改造手证开22枪。警方24点钟久内就抓到有帮派背景的姓钟的3波人。开枪带头的主嫌中姓男子，警方在24小时内就予以逮捕，并且起出枪支。中南经桃园地检署申请羁押获准，另外其余参与的共犯8名，在今日也陆续到案，并起出作案的棍棒1批，侦讯后也将移送地检署侦办。这个月初5加初7，桃园连续发生枪击加占店事件，警方发现是帮派伫咧抢不法利益，所以警方规划执行1个月督暴专案。动员所有警力，加强处理这种营业场所，引发相关冲突的永城馆加 KTV 也拢停止营业。因帮派维持利益产生冲突的养生馆 KTV， 本分局在案发后也以最高强度的干预手段，迫使其歇业。警方讲已经掌握辖区内帮派势力，除了调查帮派组织的成员，也会针对组织主要收入的行业地点加强查缉。也伫特定路口实施高强度临检，希望展现警方的决心，全面扫荡乌帮等因的金流，也互民众一个人带了安心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高雄伫这个月1礼拜内嘛发生2件枪案，那清清彩彩就发盗枪，这是引起高雄市长陈其迈重视，打算要联合检方要抓枪。行政长苏贞昌是挂保证，讲高雄的治安无问题，枪案是特殊的个案。3月7日，阿嬷一对离婚的翁仔某约伫咧高雄大树九曲洞车头附近谈判，不过谈判无成，这个翁婿竟然开枪，致使陪情某去谈判的2个朋友，去互枪弹着了后死亡。这个月7日早起，美术馆迄骹兜嘛发生警察甲嫌犯的枪击案，一个嫌犯着枪了后送病院救无倒来。1礼拜内2件重大的治安事件，引起市长陈其迈重视，要求警方都要严办非法持有枪的情形。第一个，具有杀伤力的枪支查获到，一律要声押。那第二个会溯源要求一定要溯源，达到买卖的通路以及改造的工厂。第三，会指派干练而且有干劲的这些检察官来指挥。警察局长黄昭明初到拜会高雄甲桥头地检署2个检察长，针对检查非法持有枪的情形，甲地检署达成共识。民代讲，高雄今年已经发生17件重大刑案，这个高雄的治安是愈来愈歹。不过大部分的市民煞是老神在在，感觉讲这是久久啊才发生一件案件。我是觉得还好啦，我是觉得应该是个别的事件。正常诶，伫台湾，唔知要当时要发生啥，无定。只能多加强一些巡逻跟检查，去改善这个维持治安的部分。那高雄，台湾这个月内已经发生6件枪击案，地点拢伫咧6都。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讲，民调显示民众对治安的满意度真高。突发的治安事件，情杀、仇杀难免。不过，我们都看到警方在第一时间就破案、逮捕嫌犯等作为非常有力，但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有计划的破获相关有关犯罪集团。南亚立委认为讲，苏贞昌的回应伤过老草，提醒政府应该要重视警察人力老化的问题。嘛讲地方的警察局长真正换人，呼吁中央都要让治安回归专业，这不是政治咧拼场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公布讲，对3月15开始，要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自费体检的费用，对资本7000块降到5000块。
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有7间医疗院所，自费的体检、按指纹、挂号、采检出报告，即马对3月15开始是要5000块，要么快速的自费体检，同款是维持7000块。那台北市立病院要降价，新北的祥和、京新、温子宫病院嘛宣布要降价，对6300块降到5800块，有减500。目前全国有164间自费体检的指定病院，检验的费用对5000块到7000块拢有。另外，还有37间提供快速的体检，当天就会当摕到报告，不过安尼就要较贵，要7000块。来关心咱台湾甲友邦并流当地规划旅游气泡，上紧有机会伫这个月中就会当公告方案。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希望旅游气泡是当互相免做居家检疫，不过详细内容要搁甲并流参详。天热的美景配那天白云，行程当中还阁会当畅水味，甲海底近距离接触。进前讨论真久的台湾帛琉互通旅游，有可能会当实现。外交部伫今年1月份去帛琉参加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的时阵，邀请国内旅游业者做伙去帛琉先看卖，甲当地官方单位交换意见，嘛考察观光的景点，规划未来可能的旅游动线。我们第一天其实是落地之后，我们还有进行1天的隔离，然后之后第2天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会议，然后第3天我们才有出海去采访一些比较户外的水上的体验。全程其实我们都是佩戴口罩的，然后每个地方就是都会有很严格的就是消毒，然后甚至我们在旅馆的时候是有专门的电梯通道。业者表示，疫情了后的旅游形态甲演过无共款。为着甲防疫做好，启动旅游气泡了后，出团的规模会先较细，人数控制伫10个人以下，专程是采用团进团出，嘛爱甲当地居民保持社交距离。那加上防疫的成本，未来团费一定会跌得起。初八下晡，疫情指挥中心甲外交部交通部讨论较有路的部分，即嘛传出台湾帛琉互通旅游，若是实行了后，双边出入境唔免居家检疫。针对这点，指挥中心发言人曾金雄嘛证实，目前双边尽量是对这个方向来参详。居家检疫的话，当然就是会大家的游玩的兴致当然会降低啦。那再加上目前台湾跟帛琉都没有疫情，那这些部分都可以谈，尽量不做居家检疫，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采检的一些规范啦。根据旅游业者掌握的信息，未来台湾帛琉互通旅游嘛传出航班禁止坐甲末，上侪坐7成的人，一礼拜会当飞的航班，业者望讲，逐礼拜8班飞行机的扣打拢会当飞。不过确定方案的内容，还有启动的时间，都要等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影响，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有局部低降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日伫北台湾规工拢较凉冷，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14度9，今日北部高温大约是20度至21度，中南部高温有27度至28度。那明仔东北季风会减弱，北台湾天气会变好。也毋过伫拜五暗，东北季风又搁会增强，北部会转淡冷。气象局是提醒讲，中南部除了欠水，即马空气品质嘛无好。中部瓦近山区、云嘉南拢是柑仔色的提醒，若高雄、屏东是红色的警示。高雄的美浓大约有1000外户的人家厝，普通时拢是用地下水，也毋过即阵无落雨，欠水，抽无地下水，嘛无水倒水，拢是爱载水转来用。这款日子已经过2个月啊。民众骑乌多摆来回咧载水，一届载2桶，载超过20抓，才有够规家伙啊一天的民生用水。所以平均1天要自来水管线在这2里是没有自来水管线，只有到集合而已。吉阳里跟吉东里是没有自来水管线。那现在还没有看到水车来啊，所以百姓只好自力救济啦，等政府来就完啦。即马水情真热辣，高滨溪的水流量真少，连较浅的地下水井嘛抽无水。互美浓才会靠水井的水过日的民众是海惨，亲像是当地隔洋、隔河、隔东、甲清水等等4个里，差不多有1000外户的民众，徛喺附近的水井抽无地下水，阁无自来水通用，都要逐工骑乌多派来这个所在的地下水井载水登去用。这2年都刚好遇到酷旱的季节啊，那我们地下水的水位可能会有一点下降，所以我们当地的居民可能会抽不到水。因为我们公司的既有的供水系统，目前供水已经饱和了。已经没有多余的这个水来供应这个吉阳地区，
所以我们公司有规划在当地来找一口深井，来提供吉阳地区的民众使用。市府表示，当地住户分散，虽然有自来水主要的供线，不过要分机去到人家厝，也是爱办自来水沿港的工程。自来水公司规定讲，办理工程进前，都要先开展水源。不过针对这点，甲当地居民也是无共识。市府伫这礼拜五会阁邀请相关的单位来协商。也若民众反映讲水车无来的问题，市府讲车北已经请区公所派水车送水。不过区公所因为联络袂到当地里长，会为车站开始派水车定点供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咱政府按算要开水井抽地下水，互各项园区也是工业用水使用，甚至嘛有在想讲要甲海水变井来解决欠水的问题。政府会确保伫5月底进前用水无问题。最近水情紧张，经济部长王美花提出各项园区厂商用拍井储水，引起议论。行政长苏贞昌提到解释，其实3年进前政府已经投资将近10亿拍水井，提前部署。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除了控限水井，也有土地监管，甚至海淡厂这闭关调度方案，确保5月底进前用水充足。每天可以有20.5万吨的水，那另外海淡厂那个新竹的海淡厂每天可以产出1.3万吨，那另外就是抗旱水井等等。新竹水情尤其严重，目前是第3级严重用水的甘蔗地区。德科半导体甲面板厂这用水大户已经做好启用水车载水的准备。除了土地监管送水水利署也启用稻埕溪高滩地17个闭关水井资源，逐工储水3万吨，也甲新竹市合作社水资源回收中心2月开始逐工将1500吨再生水使用。到目前为止，我们利用这些水井所使用的这个水量并入到我们的自来水供水系统里面的这个水量超过520万吨，一天可以供应20万吨的水到这个大新竹地区哦。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去年11月和水利署紧急的这个设置了海淡厂哦。桃园市长郑文灿车到也是查抗旱应变抽水强关，表示资源新调无问题。目前闭关水井甲工业水井拢用全面使用，政府已经通知工业区，无论是收水宽松，伫抗旱期间应用地下水，也调度水源提供一级调度来使用。那我想这一次抗旱是多管齐下，河川取水是创举，包括我们各工作站的团队全力以赴，终于让这个一起到做。可以顺利的插秧播种。另外，欠水今年台南第1期调度大面积修建，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卡储水库到5月底6月也无集水，恐惊连第2期调度也受影响。希望天公伯斗3天落雨，将民生用水甲农业用水的问题拢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湖日报。咱全台湾咧欠水，经济部的水利署表示，已经邀请各县市做伙同齐来开会，希望先可劝三温暖、游泳池这用水较相中的业者，先自主暂停用水。水利署是强调讲，水情是若是到红灯的时，才用强制的方式。目前也未到迄个坎站，所以是先可劝业者自主管控。来看《中国时报》。台中市长罗秀燕昨是表示讲，台中市运审查委员会6摆开会，送来检查台北市捷运工程局送来的报告，即马确认改善方案安全无问题，所以按算伫今仔日要向市民报告，当时会当恢复试营运。外界理由拍算是3月底到4月初。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进入高龄化，加上少子化。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14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妇幼比继续创下新低。若65岁以上的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也就是妇女比是继续创下新高。学者表示，妇女比快速变悬，妇幼比快速减少，这拢是少子化问题愈来愈严重的意思。来关心咱国内昨午新增加一个对洪都拉斯入境的确定病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经过专家会议的决定，未来国外为着病转来咱台湾的确定病例，只要是下死的条件，就当提早解除隔离，等于是要放零解除隔离的标准。
国内新冠肺炎佫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病例，98例是本国籍30外岁女性，去年5月到洪都拉斯工作，今年1月初有10篇症状伫当地确诊隔离到2月中旬，期间进行4摆采检，拢是阴性。个案今年2月2日转来期间无症状检疫期满，因为工作需要自费采检，佫阳性确诊 ，CT 值是34。那其实我们会尽量鼓励就不要再检验了，但是如果不幸就是又验出阳性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列为国内的确诊个案。指挥中心表示，若讲伫国外捌确诊，后来经过2摆阴性采检，才入境台湾，会建议唔通阁检验啊。若不幸回台，阁验出阳性，有关会列做国内确诊个案进行隔离，毋过会评估以下条件，像个案已经无症状，CT 值34以上，抗体阳性等，就会互因提早解除隔离出院。CT 值在34以上，然后另外他再一次追踪的结果，如果是阴性或是大于等于34的话，那也许这样就可以认定说他就是没有传染力了哈，那就他这个就可以解除隔离。指挥中心强调，新的隔离方案也在签协中，目前无上路时间表。出外越南却传出技术为台湾输出确诊个案。指挥中心表示，个案是44岁台湾男性，出境台湾入境越南时 PCR 检测拢是阴性，第2摆采检才呈现阳性。经过调查，个案伫台湾有2回带做伙家人，也有甲亲戚朋友食饭，会列做接触者进行采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阵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61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是977例。中国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即马伫日本是超过4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900万例，印度甲巴西是超过11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是超过424万例，伫法国是超过399万例。来关心英国的白金汉宫，初九是发出声明，针对 Harry 王子甲伊的看守梅根接受访问讲到的代志，感觉真艰苦，嘛讲内部会好好处理相关的问题。Harry 甲梅根接受专访了后，英国的方式是发出声明，表示女王伊丽莎白2世甲王室对梅根甲 Harry 讲到的代志，面对种族的问题，感觉还佫无情的对待，拢感觉真艰苦。王室讲，因会认真来看待这个问题。嘛会做处理，声明内底嘛有强调讲 ，Harry 还有梅根还有因的后生牙齿，永远拢是皇室所爱的家族的一份子。来关心金球奖进前是举办线顶的颁奖典礼，整座的基地嘛是焦点，因为即摆的影帝甲影后拢是颁予黑人，那影后安德拉戴是二顶一个黑人的影后，虎比戈博得奖已经过35档。这届剧情片内面的影帝、影后、最佳男配角拢是非洲的演员摕到。无偌久进前因为癌症过身的非洲的影星查韦克博斯曼，伫那条天后内面本小喇叭的演出，摕到伊人生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金球奖影帝，是金球奖史上第4人。安德拉戴的美国传奇足球女人比利·哈勒戴，拍败游牧人生的法兰西斯·麦朵曼，甲花样女子的凯莉·莫里根，是第2位摕到金球奖剧情类非洲的影后，甲第1位已經讓35檔。The last person who won this award was Whoopi Goldberg in The Color Purple. Is so not representative of how many Black women's stories have been told sensationally and need to be told, and the amazing, talented actresses who do this. 亞洲嘅伫即屆金球獎耀衛隊最佳外語片《夢想之地》，是由美國出世大漢嘅漢語導演鄭理所翕嘅。出品地是美國，不過因為內面大部分攏講韓文，只個人參賽外語片，引起爭議。華裔導演趙婷嘅《遊牧人生》是摕到最佳劇情片加最佳導演，也是李安了後第2位華人金球獎最佳導演。HFPA 伫去年因為完全攏無提名女導演受到批評，今年有3位女導演入圍，趙婷摕到。Nomadland at its core for me is a pilgrimage through grief and healing. This is for you. We don't say goodbye. We say see you down the road. Thank you.
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面对各界质疑，讲87位成员内面以女性为主，有35%成员是出身非欧洲国家，也发声明讲会引进非洲的加其他少数族的成员，欢迎各种文化背景加族的记者参加。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自从缅甸的军方发动政变以来，当地民众逐天拢行上街头抗议。那军政府的武力镇压嘛，已经造成50多人死亡，而且有1800多人互掠去。即马佫开始咧掠国外记者，已经有10多人互掠去，甚至佫取消因国内有5个独立媒体的报道权，目的就是无要互这消息传到国际。缅甸仰光的街道传出枪炮声，让居民心惊惊。为政变以来，缅甸军政府用武力镇压示威民众，也拘留数十名记者，其中缅甸时报甲美联社记者，各以公共地司法起诉，相关恐计会判3年徒刑。今麦当局阁拍算进一步控制言论，大动作所在媒体进入办公室扣留电脑、印表机甲部分资料输入器，亦阁宣布撤销5个包含近日缅甸7日新闻等当地独立媒体证照，无要利用网络报道政变的现况。ကျွန်တော်တို့ကအခုဆိုရင်ညာဘက်တော့မကောင်းကောင်းမအေးရဘူးကျွန်တော်တို့လမ်းထဲမှာဒီဆန္ဒပြနေတယ်ကျွန်တော်တို့ပဲကျွန်တော်လူငယ်တွေလည်းအများကြီးပဲသူတို့လည်းထွက်ချင်မှာမဟုတ်ဘူးဒါပေမဲ့ကျွန်တော်တို့တော့မှကြောက်နေတယ်မထွက်ဘဲနဲ့ဆိုရင်ကျွန်တော်လူမျိုးအများကြီးရှိရင်ဒီရှေ့ရာကြီးအဆင်ပြေမှာမဟုတ်ဘူးအဲ့ဒါမှကျွန်တော်တနေ့ကျွန်တော်မနာ22ရက်ရှိတယ်ဒီနေ့ဆိုကျွန်တော်နေ့တိုင်းထွက်တယ်ကျွန်တော်ပြင်မန်းပြီဆိုတာကျွန်တော်ကြောက်ဆုံးရလူကိုကြည့်ပြီးကျွန်တော်အားပြန်တင်တာကျွန်တော်ဒီအောင်နာအောင်တောက်တာ缅甸军方甲警方近日摆伫暗时进入并提随机开枪恐吓居民，其中仰光三桥区，逐天拢民众无顾宵禁伫街路喊口号。当地车白暗时，警方就将当地差不多200位抗议民众围起来，特别进入并体检查，看是毋是闯三桥区以外居民，表示要处罚闯外来者人。若是挂实际领导人翁山书记领导的政党党旗，居民都会互人掠去。联合国特使安德鲁斯伫推特要求缅甸军方马上释放示威者，停止当局恐怖手段。联合国、美国、欧盟、加拿大甲英国拢呼吁缅甸军方和示威群众安全离开。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的 Harry 王子翁仔宝接受专访了后，爆出了英国即马有一个真出名的主持人是靠西Meghan的表演会使摕到奥斯卡。来关心美国顶个月受暴风雪影响，即马经济调查，美国有48个州拢创下超过30档以来上悬纪录。来看英国的媒体公布，自2021年大学的排行榜，咱台湾大学排第8名。那今年咱台湾有38间学校上榜，比去年的36间加较进步。最近这几档，咱台湾有一寡半导体人才，互中国抢去，嘛甲技术炸去中国。新北市的新北地检署即马正咧调查，讲中国的比特大陆公司涉嫌伫2017年暗藏是中国资金的身份，伫咱台湾成立2间公司，而且用2倍高的薪水，专门咧诱咱台湾的人才甲技术。3档来已经有诱走几百人，检方昨昏发动搜索，嘛有甲19个人带转去问话。新北地检署接到报案，讲中国的比特大陆公司无经过道审会许可，伫台湾成立地心加深度2间公司，搁再透过共同投资新创公司方式，甲中国大陆合作诱人团队，3年来诱走几600位台湾的研发人才，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检方找到所查地心加深度2间公司的7个所在。查到薪水簿啊、员工保密协议、录取通知、员工名册、雇佣契约、电子记录、手机、笔记型电脑等证物，约谈2间公司负责人甲相关人士19人。一个诱人团队由国内 IC 设计公司前研发人员做董事长，由进前的同事来参加，伫台湾设立大型研发中心。搁再用原本2倍以上的薪水，又有高超研发能力的研发人才，严重影响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国内这几年发生几多件半导体人才被诱去，
一个核心技术被窃灭的事件。以前过去中国比较擅长，那么去进行海外的一个优质资产的一个收购，那么以及在人才的一个挖角，那么似乎在现阶段也是取得比较困难。那么所以他们要走向自主研发的话，相对就需要这个台湾人才这个部分的一个挹注。而且台湾其实在目前全球的一个半导体目前是排名第2，那所以其实对于中国来讲，那么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挖角对象。中国也一直提到，他要用国家的力量，也给他很多的补助哦，要来发展他的半导体业。所以确实，在对台湾来说，他有没有这个挖角，有没有偷我们的秘密？那这个部分确实，我们这个都有在跨部会来讨论，说这个怎么样来防堵。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像护国神山这类关系到国家的核心技术，就要用国安的角度来看所谓法令。而且相关部会研究安怎将法规修正到更加严密。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早翻来底，也有公投北大选的连署书。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总是带规定人去中选会，交出105万份连署书。江启臣是强调讲，伫8月28公投登票日进前，国民党会去咱台湾各地做宣传。目前，除了国民党有提案的这2个公投案，8月28也有保护海草大的公投，也有重新启动核数，加强有4项公投案等公民来决。早翻来底公投甲公投北大选的连署书，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立委林为洲等人为国民党中央出发，沿路发出翻来底告示案，818拼公投的口号，一路护送105万份连署书的6台卡车到中选会上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华民国有公投以来最高的公投连署份数在我们面前。不是交完了以后就莱猪就不会进口，还要在8月28号用投票哦，更难呐！老实讲，比联署更难的公投投票，要走出来到投票所去投票。为国民党正式发动2公投连署到上行大好2个月，连署数量分别是翻来底52万8800张，公投北大选是52万2050张。那早许顺利将伫8月28进行投票。8月28有计定定的公投案，目前有4案，包括已经成案的中期核数公投，3月7号上行的翻来底公投北大选，甲将伫3月18上行的定爱做大公投。若是公投拢通过，政府有缘无作为，核数公投领头人黄水秀认为爱承受政治后果。中油观塘3间开工，台电重启核四停工，它如果有种就是2年之后就这样喊，那它就必须要承受这个政治的后坐力，而且2023年的到期日离2024年的总统大选大概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黄水秀指出，为2018年通过的公投案来看，甲哪里无明显相关，也毋过真明显不利执政者，所以也代表执政甲民意有落差。目前的4项公投案，若是伫8月28公投通过，一直到2023看不到政府有任何作为，将会反映伫2022也是2024的大选。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关注民王公路帕拉洪判刑，真侪官司到底敢有理？尾也是提出大法官解说。涉海案的研书辩论中昨举行，针对拉情的问题，内政部是有提出新的想法，讲政府会使提供安全的零件，互原住民家己去斗去做称。也毋过原住民团体是积极讲，那会无爱提供安全的帕拉称，安尼较贵气。华国号夜报条，王公路涉海案的严肃辩论，3月7号早起开庭结束了。几多位原住民社团伫司法院门口开会后记者会，说明开庭的情形。严肃辩论针对原住民敢来当使用家己制作的矫情这个问题，内政部警政署开庭的时阵有新的想法，讲会甲国防部合作，提供安全关键的零件，互原住民家己伫咧厝内制作矫情较安全。我们会协请国防部提供安全的主要关键零件，包括这个协助材料、这个器械结构跟保险设计，还有验证的测试，包括训练跟能力的测验。我们相信它是可以是一把很安全的一个姿势，跟制式的枪支是一样，同样具有安全的。
对这种方法，申请人王光乐认为这也是有安全的疑虑，而且若是已经愿意提供零件甲训练给原住民，为什么不爱规矩提供一支安全会当用的枪给原住民就好？零件来给我们使用，但是要是说，那怎么不会说一次就拿好的枪给我们就好了？干嘛要说一个零件给我们这样？是相当就是好像不适合我们了，对。是还是有安全上的疑虑这部分的考量。对对对。王光乐的律师团讲，大法官嘛问讲，若是愿意提供零件，是安怎无愿意开放正式的矫正？而且内政部若要设这个方案，应该先伫咧安全甲有效两方面挂保证。那其实律师团的立场其实很一致，就是原住民其实需要的是安全，然后又有效的猎枪。提供这个单纯的这个零组件就可以达成的话，那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他必须要提出足够的证据，因为刚刚大法官也质疑了嘛，全世界到底有哪些国家是真的允许原住民，然后是使用这个自制猎枪的，但是这个内政部其实是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实际案例出来啊。严肃辩论庭讨论原住民拍拉文化权、生态保育加矫正问题。司法院大法官讲，未来一礼拜内也会用书面的资料补充观点。实验的结果出来，会伫1个月内公布。原住民的拍拉权会安怎改变？原民团体讲，希望大法官会当守护宪法，将原住民的文化权利还互因。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枪的问题，拍拉去拍到保育类的动物，嘛是争议的焦点。农委会是表示讲，政府尊重原住民的文化，所以按算要修法，让原住民会当掠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来食。不过政府这款讲法，动保团体无法度认同。布农族的王光乐加几多个原住民团体，一透早伫司法院门口用官网烧龙烟，象征拍拉文化无罪。现行的法律违宪，尾啊，王光乐也伫咧宪法法庭强调，当初为着要诱发老母去山顶拍拉，无想讲被判刑。或在狩猎的一个规范，以及信仰上的一个核心呢，都是针对大自然所有动物是共生共荣。对王光乐因为8年前提矫正枪杀野生动物。和最高法院判3年半的释宪案，辩论庭内面，农委会代表讲，已经针对野生动物保育法提出修法的版本，将捕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去宪化，改制罚款，也伫法条内面加入自用，即会期会报送行政院，若是通过，也就是保育类的动物以后会当做适当的捕捞，不过引起动保团体反对。政府应该要有适当的管制，那这个管制就包括事先的申请、事后的报备，不应该扩大到它的自用，那不应该扩大到完全政府不必管制。在全世界的这个原住民的狩猎当中，其实也是包含保育类，甚至要有原住民的这个狩猎文化，不是单单看到生命的杀戮这个行为，而是整个狩猎文化的实践，其实是有助于整个族群的延续。法律辅助基金会律师讲，根据林务局的资料，野生动物的群体数量并未因为拍拉减少，未当认定原住民拍拉甲动物保育有冲突。另外，争议也包括拍拉爱事先许可，而且爱登记种类甲数量。不过，原住民去拍拉根本无法度事先知影会拍到什么动物。农委会讲，相关法令会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桃园客运的修车厂昨昏中昼导火烧，有4台电动中巴甲3台电动大巴拢烧害去，加在无人受伤。现场是客运公司的一个汽车停车棚模型啊，那现场内部也停有6台的电动巴士车辆，那目前我们已经布线抢救中，火势已经控制啊。已知起火地点为中巴充电站口后方，实际起火原因待消防队鉴识人员鉴定中。现场约有7辆车受损，无人员受困。目前已备妥备用车因应。通
客运的修车厂充电站昨中昼庆祝乌烟，7台电动车导火烧，现场是请王烟出动11台消防车、42个消防人员去拍火，一直到下晡2点36分，火才拍花，无人受伤。通客运是表示讲，公司有保险，所以损失保险公司的赔，也毋过车帮的调度、加减拢会受到影响。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北有一个查某民众，甲公司请假要去做检查，要去安胎。结果尾呢是互公司减薪水，佮死头路，伊全告去劳动局，即马因的公司爱罚款2万块。这位国家创新奖由一群医疗管理人才组成的团队，事业版图佮探家中国的公司，和一名姓任的女业务控诉，伊4年前有薪的时阵，请产检甲安体假煞被公司减薪1万，甩去到资遣。特市劳动局以违反性平法，罚2万，资方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进前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败诉。我们公司一开始就说那个已经营业不彰，然后就亏损，那总经理率先提出要减薪，没有针对性，总经理都减了，而且幅度很大，他们按照他们薪水的比例。资方委任律师指出，减薪甲请安体假无关系，因为公司营运无好，才安尼做。毋过强调，资遣不只有提前预告，对方也同意才进行，符合最后手段性原则。在他资遣之后，他还照理说资遣之后应该是对于人力应该要重新盘整，那公司又在人力银行里面招募，那等于是说用低薪要来取代他原先的高薪。选资方认定资遣过程合情时，毋过台北市劳动局表示，业务员伫申请安体过程中一直互公司阻止，佮业务受案为理由裁员了后，佮另外请新人，批评公司处分不当。另外，这姓任的女业务也提起民事官司，专案上诉最高法院依然在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全国学生表演艺术比赛已经停办2冬。也更有家长甲学生，即马就积极讲，进前高中篮球联赛 HBL 是办甲闹热滚滚，小区个蛋内底人是坐甲甜甜，连总统、副总统拢去看比赛，为怎样表演艺术比赛就无法度举办，批评政府大洗目。上万人入场，高中篮球 HBL 总决赛顺利结束。不过，伫咧原本会当参加全国表演艺术类竞赛、团体赛的学生看来，煞敢若感觉无公平。我练琴练了4年，牺牲寒暑假练琴，团体赛却要停办，让我觉得很不公平。就在我们把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我们却被告知我们不能比赛了。但是为什么其他的比赛还在进行？上万人的球赛会当拍，全国表演艺术团体赛煞就爱停办。有家长讲，互囡仔问到是安怎标准无共款，煞唔知要安怎回答。从第1年，很不甘心想要比赛，从第2年听到停赛，我老大的心情是说太好了，不用比了。我反而担心了，他代表他自我放弃了。民众党立委赖香玲甲苗栗县议员李焕强指出，教育部2月20日搁再召开会议，有关决定要停办，理由是比赛期间较长，评估无法度落实防疫。不过，步入桃园病院的危机早就解除，体育比赛嘛会当互上万人入场。全国表演艺术赛若是会当甲防疫做好，敢会当重新思考恢复举办呢？我们甚至可以没有观众，我们只要给小朋友比赛的空间。家长表示，全国表演艺术竞赛团体赛已经连2冬停办，对囡仔的影响是真大，所以提出专员徛名制，规团出入，比赛无开放，也个会当挂吹暗来走入去等等的4大防疫措施。教育部回应已经请防疫专家、表演艺术的专家学者，甲各县市的代表成立专案小组，来讨论线顶观摩活动的办理方式，甲刷落来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去屏东。屏东县政府是创全国大省，伫屏东的德产乡打造一个户外公家的遥控无人机的考试场。这场地未来卖甲产业，也有科技创新农业，也是行政单位做伙训练人才。伫咧台湾头一座无人机的标准考场内底，已经摕到无人机学习操作证的屏东县长潘明安，也伫咧现场操作喷农药的无人机。我想无人机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那对于环境、治安、交通，它都有它一个，包括产业都有很大的贡献。这是专业无人机操纵者的表演。
屏东县政府起头一个国家认证的无人机标准考场，互足侪乡亲感觉足新鲜。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合法正式的飞场，可以来这边做休闲，然后考取证照。我们这边竹田飞场呢是位于河川地，那这一边呢，因为是在一个河川的一个转弯处，它的风呢比较小，所以它基本上这里是一个非常飞行条件非常好的一个场地。县长表示，县政府就拍拼摕到土地，家己备办850万的工程费，搁开5个月完成无人机的训练机场。把屏东的地形地貌、那特有的环境条件的优势，作为我们在未来发展无人机考场国家认证的标准考场呢，来做施设。那也是台湾第一个标准考场。县政府表示，未来伫遮会当作民众游乐、产业也是科技创新农业训练的所在，但是大省会提供考照使用。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南后壁区为着要拼观光，即马是有请在地团队设计出油菜果的观光行程，要互大家去体验农村。台南后壁区为着要行销在地风情，伫天关稻仔土地顶悬种各种花，嘛请地方的工作室推出油菜花的行程，帮大家来遮佚佗。我们有客制化非常多的油菜花的旅游行程，那也欢迎大家来农村去体验这些所谓的田间小游戏，或者是我们可以来赏花，然后以及我们可以品尝独有的油菜花风味。工作室表示讲，遮毋但会当赏花，阁通耍一寡游戏，带互民众对农村是无聊的印象。在地农民也真感谢团队的用心，欢迎大家来遮翕相拍片。真用心咧建设咱后壁乡，甲这农地种一寡这油菜吼。种甲遮水安尼，真值得大家来遮参观，来遮欣赏，来遮拍片拢会使，甚至若要来拍婚纱摄影也可以啦。来遮算过民众拢感觉真新鲜。社区的总干事也表示讲，欢迎大家天气好的时阵来遮行踏，体验田庄的旅游。记者综合报道。伫通的旧山中义路顶头有一尾龙的头挂伫山壁顶。其实呢，这原本是一间景观公司，也毋过这间公司已经收起来啊。即摆互景观处认定是违建，也毋过煞无人去拆。远的所在有一只嘴巴甲开，伸着骹脚的大龙头，就安尼占据伫山内。有路过民众发现行一条，住伫附近的民众早已经惯势啊。也毋过，有民众为了要抓住龙的视线，伫门口种树啊。当树啊，就要挡迄条龙啊，龙看到咱就迄个身体会感觉刺刺的。哦，就这样挡着就好啦。车子都是这样来往的，比较不会注意上面。只是说有人到这边店里面或什么的，那边怎么出现一条好像龙不像龙的样子。毋但有龙，也阁有互相甲入口所在的恐龙，这是废弃几啊年的景观公司。桃园市政府景观处表示，104年已经确定是违建，目前正咧安排拆除。这个违建它是在104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做查处，然后去查处的当下，根据照片是它当时就已经存在，然后已经荒废在那边。另外，2年啊，为安怎违建也未拆，景观处表示，拆除工作优先配合中央农地政策。105年5月20日以后时间中的列为优先拆除对象，受到举报随拆除。已经存在违建是先撤管，然后依序拆除。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古早人咧讲大只鸡慢啼，也毋过这个观念无啥正确。但是幼囡仔发展了伤慢，3岁进前其实是真重要的治疗黄金期，千万毋通因为大人的观念错误，也是惊人知去耽误着囡仔。民间即马就基金会注心咧推测早疗，来要互大家了解这对囡仔的重要性。甲因妈妈做伙伫咧店佚佗，这个3岁囡仔看到真活泼、真古锥，真好想象伊出世的时阵，敢若有23礼拜，500多公克尔。因为早产，肚边的脑受到损害，喙、骹、甲手的功能各样。这3年来，差不多拢伫咧做复健。
像那个语言治疗有帮我们有教我们做一些口腔的按摩啊，然后或是一些口腔的刺激，因为他就是左脑伤，还有影响到他右侧的神经，然后我们就是有配合治疗师，我们就是会固定把它拉紧这样子。经过专业教保人员的协助，伊目前已经会当理解简单的生活指令，还会当发出简单的语音，甲大家互动。医疗基金会表示，为0岁到3岁是发展较慢的囡仔黄金的治疗期，不过除了资源无够以外，有不少个案是因为观念等等外界的因素，所以无要以早期疗育的重要性。蛮多家长他们其实怕孩子被标签化。然后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各个资源。如果比较接受孩子的状况，那他相对于孩子的一个疗愈的部分，那他也可以跟我们老师配合得很好。医疗基金会替发展较慢的囡仔做早期疗育的服务超过28年，目前在全台湾有27个据点，平均一年协助超过2万的发展较慢的囡仔，也有家庭。今年邀请歌手张震岳甲顽童 MJ116创作公益歌曲，希望当提醒民众注意早期疗育的重要性，嘛希望社会各界会当互发展较慢的囡仔更较侪支持甲包容。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阿里山管理处结合家己在地产业甲观光业者，即马是推出出阿里山的旅游方案，要招乡亲，讲即阵无法度出国佚佗无要紧，会使去咱的阿里山游览，来做伙饼国内观光。3月初10，阿里山的樱花季就要正式开始，为着要吸引民众来阿里山，交通部观光局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结合在地咖啡地米业者，配合旅行社甲饭店，希望伫目前较无法度出国的这段时间，增加民众来阿里山旅游的意愿。因为疫情的关系，大概不能出国哈。那相信那个国旅的已经很多了。好，据我们统计，大概游客人数比去年大概增加3成左右。大家还是担心疫情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最好的那时候，所以嘛是最需要外围的人去入来咱嘉义县市阿里山这来佚佗。针对阿管处要增加阿里山旅游的做法，在地社区协会甲产业拢表示真认同。不过嘛有人认为，目前当着时的国内旅游，总有一天会阁平静落来，嘛要思考未来的规划。在旅游路线上面，可以让游客增加那个消费的那个量的话，或认识更深入一点，我觉得很好，这样对产品是有帮助的。不可能说我们国旅一直在台湾本岛里面一直绕，那之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束的一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囤积够多能量之后，那国外的消费者进来台湾之后呢，把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或者是规划很好的一个旅游行程推广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社业者表示，阿里山樱花季了后，所来阁有亲像火金菇这种的特色活动，嘛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整合观光的资源甲在地产业，替阿里山的区域观光建立会当互相协作的观光产业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去孟加拉这个国家多元性别的人口大约是150万人，不过因的社会对这个议题也是真保守。今年妇女节，孟加拉有头一个多元性别的主播西西尔头一摆出来伫电视台报新闻，伊是用行动下出性别平权的头一步。自性别眼神经济伪装，孟加拉第一位跨性别新闻主播西西尔，特别妇女节头一摆对全国观众报新闻，3分钟的快播完美结束，并对同事鼓励破声，因欢喜甲流目屎。I was trying to overlook. আমার মনে হচ্ছিল পারফরমেন্স মঞ্চে কাজ করতেছি, সামনে হাজারটা দর্শক বসে আছে, ওইভাবে কাজ করছিলাম, কিন্তু ভিতরে প্রচুর মানে হার্টবিট ছিল। যখন শেষ হয়ে গেল মনে হচ্ছে ইজি, পারবো, আরো ভালো কিছু করতে পারবো, কনফিডেন্স বেড়ে গেল।西西尔10岁时阵，就发现家己是查甫心，成长过程受到霸凌，甚至性侵，捌4摆自杀未遂，也互爸母赶出家门，家己只能靠大毛生活，哪接受荷尔蒙的治疗，哪从事自身甲剧场工作，并且一直认真读册。今年1月成为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班的学生，也毋过伊无新闻相关背景，应征主播4月碰壁，只有即马这个事情为青病毒有勇气录出伊。আমি চাই না আমার কোনো কমিউনিটির মানুষ পরিবার ছাড়া থাকুক,
কোনো মানুষ তার জীবনে কোনো মানবত জীবনযাপন করুক, সেটা তার স্ব যোগ্যতা ভেদে তার স্ব যোগ্যতা সে কাজ করবে।孟加拉大约有150万跨性别者，长期面临严重的歧视甲暴力问题，定沦落到做起者、性交易也是犯罪为主。虽然国家已经承认第三性，食品时代某一寡旧法有关会当互同志入罪罪责。电视台发言人表示，虽然某一寡观众可能会反弹，并都也是决心克服偏见，和时事而发挥才能。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受疫情影响，杜拜机场即马开始运用科技，开始咧用人面辨识来通关。这当减少人甲人的接触，嘛使互通关变较紧。免摕护照甲机票，只要甲喙暗甲目镜摕落来，这套自动通关的系统会扫描旅客的生物特征，完成身份的验证。规个过程只要5秒至9秒。因应疫情，杜拜机场大声启用这个自动查验通关的系统，简化旅客出入境的手续。Basically, we've updated our systems and smart gates to be more seamlessly for the passengers. So as you can see today, we went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for the seamless from Emirates check-in, where they take the biometrics at the first step, and then the passenger passes through the smart gates through the biometric data. 无论是过安检门、入去贵宾室，也是登机门，拢同款。这个当讲是零接触的自动通关，是靠人面辨识、甲虹膜辨识的技术，比用过持手印的方式更加精准。未来伫杜拜机场出入境的旅客，只要伫咧机场报到的柜台注册，就会当使用。Approximately around 154,000 already right now. When we start, most of them are happy. 每去年8月份开始，杜拜就开放边境，迎接国际旅客。机场只要有坐飞轮机进前96点钟阴性检测的报告，就唔免居家隔离，会当入境。阿联酋航空甚至推出方案，只要伫飞轮机顶去互画着确诊，就会负担所有隔离的费用。当局还阁设目标，要伫咧3月底进前，互国内一半的民众注疫苗，积极伫咧防疫甲维持经济之间找到平衡。即个开放人面辨识自动通关，想要互旅客出入境更加安心。不过嘛有袂少民众烦恼个资可能会去互政府摕去用。杜拜移民署回应讲，旅客个人的资讯，敢若放伫咧阿联酋航空的系统，袂互第三方摕到。公司新闻王碧云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半部大台北有局部低渐雨，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减弱，北台湾天气会变好。也毋过这2天中南部空气品质无好，高雄屏东是红色的警示，贵宾族群乡亲爱洗衣。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2度。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8度；东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3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